漫電玩節7月24至28號，香港盛事點少得你？記住啦，7月24至到28號香港動漫電玩節嚟到第27屆。咁啊，今日有好多嘉賓嚟到嘅，所以咧佢哋一陣間會逐一咧咁樣上到台上面同我哋分享。呢個時候，我哋有請香港動漫電玩節項目經理鄭宇欣小姐，有請。各位傳媒界嘅朋友、各位嘉賓，大家好！香港盛事點少得你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口號，而係我哋籌辦咗27年內心最真實嘅體會。經過咗20幾年咧發展，動漫咧由一個小眾次文化發展成一個流行文化力量。香港動漫電玩節亦隨之不斷進步，為觀眾帶嚟更豐富嘅體驗，同時提升成為香港向世界展示創意嘅大舞台。共同打造一個矚目嘅國際盛事。今屆嘅展覽咧係歷年最大規模嘅，展場由 Hall 1同 Hall 3擴展至 Hall 5，總面積達到38,417平方米，比上年增加1成，可容納38,000人。而 Cos Paradise 咧移師至 Hall 5，規模更大，形成更大型嘅展覽區。喺人流管理方面咧，今年我哋採取咗更穩陣嘅單向分流方案，觀眾由 Hall 1進入，再去到 Hall 3，然後去到 Hall 5，最後離場。每個展館咧只係進入1次，唔可以回流。同時咧，今年除咗動漫節快線門票之外咧，仲可以直達 Hall 3嘅 Hall 3門票，兩者都係限量發售嘅。我哋嘅目的咧只係有一個，係唔想大家咧就等得咁辛苦。希望咧更有效咁分流，大大咁縮短輪候嘅時間，等每一位入場嘅觀眾更舒適、更開心嘅體驗啦。而今屆咧，我哋亦都增設咗2個全新嘅展區。第一個咧就係法國島啦 ，Big Island。呢個咧唔單止係一個尋寶地啦，相信亦都係好多人嘅集體回憶。好多謝盧子英先生嘅策劃啦。而第二個展區咧就係 Comic Spot 啦。呢個係我哋心目中咧本地漫畫界嘅武林大會，亦都要多謝有份策劃嘅溫兆良先生啦。有關呢2個展區嘅詳細部分咧，我哋陣間就留翻俾2位介紹啦。香港動漫電玩節咧一直都係一個國際化嘅舞台。今年海外大資本組織咧參與嘅程度咧，更係突破咗以往嘅紀錄。喺潮巨匠方面咧，我哋好榮幸邀請到美國藝術巨匠 Ron English 同埋韓國公仔教父 Cool Ring 2位殿堂級嘅大師親臨。另外當中有 Art Toy Profile Exhibition 咧呢一個展覽展出咗34位海外潮玩設計師全球唯一嘅作品。至於舞台方面，今年更加係星光熠熠，我哋破天荒邀請到日本超人氣 VTuber Hololive 嘅斯伯牡丹、角卷綿牙、手到嚟講。仲有上坂緊、河西健、美元惡人等咁多位人氣聲優。其實要喺香港同台見到咁強大嘅日本嘉賓陣容咧，對於 fans 嚟講咧，呢個機會真係好難得嘅。最後咧喺門票安排上面咧，今年我哋係推出咗8種門票嘅，全面咁照顧咗唔同粉絲嘅要求啦嘅需求。重點包括有 ACGHK 全票、小童全票、旅客全票、小童旅客全票、Hall 3門票，而家已經係 ACGHK 平台發售啦。實體 ACGHK 門票咧就會喺7月10號起指定便利店預售，而動漫節快線門票咧就喺7月7號咧 ACGHK 發售嘅。大家咧可以喺新聞稿同埋官方平台參考嘅。最後咧就要特別提醒一下大家，現場嘅售票處咧只係會發售旅客門票嘅啫，其他門票咧係唔會喺現場發售嘅，所以咧大家記得提早買飛，開開心心咁入場啦。第27屆香港動漫電玩節係場地最大、陣容最國際化，亦都係我哋投入最多心血嘅一屆。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展覽，亦都係屬於我哋香港人、屬於全球動漫迷嘅夏日嘉年華。我哋有
信心，今年將會係歷屆最精彩、最成功，亦都係最令人難忘嘅一屆。多謝大家。所以呢個時候咧，有請 Comic Sport 嘅策展人溫兆倫先生，我哋介紹一下嘅，有請 Alan。唔該師，大家好。咁都年年都會嚟呢個記者會同大家見面啦。今年咧就我又負責多咗一個項目 Comic Pop。咁呢個係好正好玩嘅一個漫畫界嘅盛事。咁呢幾年大家都 feel 到啦，香港嘅漫畫圈咧係活躍翻好多啦，亦都發掘咗好多新嘅漫畫家出嚟。咁當然多得都係文創產業發展處全力支持我哋嘅港漫動力啦。咁另外亦都其實因為港漫動力咧，亦都帶動咗好多舊嘅漫畫家咧都出嚟做翻創作。咁於是乎我哋今年咧就決定咧就搞一個差唔多晒冷式嘅一個漫畫家大聚會嚇。號稱呢個漫畫界嘅奧林大會啊。咁我哋首屆輕輕咁邀請咧，都已經有差唔多40個漫畫家咧參加我哋第一屆嘅 Comic Pop。當然就佢哋當然係會施盡自己嘅渾身解數啦。有啲咩玩咧？第一當然係賣佢哋嘅新書啦，佢哋嘅周邊產品啦，或者發表佢哋一啲新嘅創作啦。咁第二樣嘢咧，亦都係我哋都係好想咧讀者同漫畫家之間咧有更密切嘅一啲交流嘅關係。於是乎咧，就我哋都建議咧漫畫家咧係做一啲 commission 嘅工作。咁咧就即係話咧，大家如果係欣賞佢哋嘅作品咧，可以要求漫畫家咧為你哋畫你哋想畫嘅漫畫公仔，或者係畫你哋喜歡嘅一啲漫畫人物。咁當然有一啲係好擅長現場畫畫嘅，佢哋一定會接大嘅單啦。如果佢唔擅長嘅話咧，可能就要用另外一啲方法去交畫啊，或者係佢未必會接大家嘅單啦。咁但係今年呢個開始希望即係大家咧都帶夠錢入場去支持佢哋。咁第三樣嘢咧，我哋有一個漫畫藝廊 Comic Art Gallery。咁嗰個咧，亦都係咧，你哋會見到咧，除咗呢40位將近40位嘅漫畫家，佢哋每人都會有佢哋嘅真跡作品喺現場發售之外咧，我哋亦都係會邀請一啲其他嘅漫畫家都會攞佢哋嘅作品出嚟咧，俾大家收藏或者喺現場展覽。咁喺 AI 年代咧，能夠再欣賞到咁多原稿嘅作品咧，係非常難得，亦都希望大家咧係大力支持。咁我哋第一屆嘅 KV 再 show 一下，唔該。呢張 KV 咧就係我哋今屆第一屆嘅 KV 啦。咁係由廖光祖漫畫家去幫我哋做呢個設計嘅。好啦，我啲 Comic Pop 咧就介紹咁多先，一陣間如果有問題再回答大家，多謝晒。之外啦，其實仲有另一個全新展區嘅，就係發掘到 Dick Island 啦。我知道係一個非常之正嘅尋寶天堂啦。因為咧，會有一啲咧資深收藏家咧，就將畢生嘅呢啲寶庫咧就擺出嚟。有一啲咧仲可以咧現場買嘅。係有珍藏出售嘅，所以咧一啲動漫迷咧就一定要支持同埋記得頭先所講啦，帶定錢入場啦。關於呢啲 Island 發掘島究竟係有啲乜嘢寶去尋咧？咁樣我哋當然係要有請呢啲 Island 發掘島嘅策展人盧子英先生，老 Sir 同我哋介紹一下，有請老 Sir。大家好，冇理呢個人先啊！我講我係盧子英啦嚇。今次咪講翻，即係如果玩具展，我相信我香港都算資深㗎啦。我97年開始搞香港第一個玩具展，玩具嘉年華啦。2000年就搞 Toycon 啦 ，Toycon 就發掘咗好多香港嘅原創嘅玩具設計師同埋玩具品牌啦。咁大家可能都仲有少少印象嘅。咁眨下眼咧，咁之後我做動畫為主嘅。不過今年阿 CP 真係專登叫我出嚟出山去搞一壇得意嘢。咁得意嘢咧，其實就係即係珍藏展。咁其實動漫節咁多年歷史咧，咁大家即係都好投入。咁其實動漫文化，我覺得承傳好緊要啦。咁有新一定要有啲舊嘢，同埋大家嘅關係好密切。咁反正我又識得好多收藏家先。其實香港好勁，臥虎藏龍，即係依個係其中一個。呢個彭順導演咧。佢其實喺世界上
其中一個數一數二嘅專做香港舊玩具同埋日本鐵皮玩具嘅收藏家，佢嘅藏品咧超過3萬件。咁佢好多年前喺都會擺過好多展覽，咁近年就即係比較少出嚟咯。佢有新戲出嘅，不過嚇，咁佢咧就其實好多收藏嘅。咁我今次咧亦都係即係情商咧好熟嘅嚇，咁揀咗幾十件好珍貴嘅古董玩具出嚟係展銷啊，即係聽就唔係淨係睇有得賣㗎，展銷呢樣嘢好緊要。咁其實今次咧，我希望我個專區咧就可以帶起大家好多回憶啦，同埋係點樣將動漫文化呢樣嘢咧去更加擴大，就係用一個收藏家嘅角度。咁收藏家咧其實就唔係好難做嘅啫，亦都豐儉由人嘅，唔好諗住收藏家一定好貴。其實咧今次我哋會有好多專題嘅展出啦，包括玩具啦、漫畫啦。好多珍貴嘅原稿啦、手稿、動畫稿啦，咁好多係獨一無二嘅，即係譬如手稿之類啦。咁我係咁以手頭上都有幾件嘢啦，譬如我哋今次有好多專題嘅展覽，譬如係有健力士紀錄大全嘅，即係 Nightmare Before Christmas 啊，怪誕城之夜嘅收藏家，佢係香港人嚟嘅嚇。2014年係攞咗全球嘅最高紀錄2000幾件，佢而家最近有見佢嘅話已經去到3800件啦，已經嚇。係未打破嘅，佢今次會展出佢嘅珍藏啦。咁呢件咧就係即係全球第一件嘅怪誕城之夜嘅玩具啊，係93年嘅出品係第一件啊。咁佢到時都會展出嗰啲證書咧，就大家可以睇到嘅健力士嗰件證書啊。咁呢啲係其中一個小部分啦。我哋今次仲有好多專題啦，譬如龍珠啊、星球大戰啊、鹹蛋超人，大家熟悉嘅日本動漫嘅角色啦。咁亦都有另外一位朋友馮志峰咧，咁佢就帶咗佢其實就做機械人做得好犀利嘅機械人嘅玩具，咁今次有個專題就係玩具機械人發展史嘅一個展銷啊，咁好有趣嘅。咁當然亦都好多潮流玩具嘅一啲早期嘅出版嘅貨色啦。咁漫畫方面、書刊方面好多㗎。咁我手頭上呢本係咁易 show 下啦，《少年針》日本最勁嘅漫畫雜誌啦，《少年針》呢個係1969年嘅第2期。第一期唔好意思啊，我冇啦。第一期最近嘅即係銷售價咧就係25萬日元嚇，大家可以上去睇下。我呢本第2期啫，平啲嘅，唔使咁貴。咁全係原裝嚇，同埋個 condition 好好嘅。呢本係我當年去集英社出版社嗰時佢送俾我。咁仲有一件精品咧，舉例啦，呢個勁啦，已經真係全球第一件。呢個就啱啱30年啦 ，Toy Story 5而家做緊啦。咁呢個咧就係 Toy Story 第1集嘅時候，96年嘅時候導演嚟香港，John Lasseter 嚟香港嘅時候，我同佢做訪問咧，佢就簽咗喺本漫畫上面，親筆簽名一本漫畫，咁啊好珍貴嘅，即係亦都係即係唔買都睇下，我覺得呢樣嘢好有趣，因為你可以大家好近距離咁去接觸一啲平時好難見得到嘅真品，咁成件事係即係好配合動漫節嘅主題啦，亦都係一個好新嘅一個嘗試，咁呢啲少少嘅展品咧都係一個即係冰山一角嘅，咁我相信我都想到時大家一定要喺現場嗰5日咧去親自去接觸，睇下我哋成個積家咧有啲咩精品，我都聯絡咗好多即係香港嘅收藏家，咁佢哋都會去即係傾巢而出㗎，咁希望到時可以見到大家 ，OK，thank you。唔該晒老。香港動漫電玩節啦，咁所以大家都唔會陌生㗎啦。咁我又喺度又曬下我哋嘅作品啦。咁當然我首先都要多謝翻政府嘅文創產業發展處啦，過去咁多屆都喺度全力支持我哋啦。咁唔單止係搞活咗香港嘅漫畫市場，發掘咗好多新嘅漫畫家。頭先都講咗。咁其實喺過去咁多屆咧，我哋已經係出咗63本本地原創嘅漫畫。咁如果連埋今屆嘅17本咧，即係已經即將會有80個 title、80個新 IP 係純香港漫畫創作，而且全部都係新 IP 新角色。咁佢哋其實唔單止喺香港攞到好好嘅成績啦，備受大家嘅關注啦。其實喺過去呢幾年嚟咧，我哋有好多作品咧已經係攞咗好多國際大獎啦。相信大家都有知道我哋有邊啲作品咧係攞過好多獎項，同時間咧亦都係簽咗接近50個海外版權。咁即係話咧，佢哋第一樣嘢都證明就係香港嘅漫畫本身係好國際化。咁亦都佢哋都係憑實力咧係打開自己嘅國際市場啦。咁下一張唔該。我哋亦都啱啱即係去完一個歐洲嘅西班牙嘅Comic Barcelona。咁Comic Barcelona 咧係
動漫畫聯會咧第一次咧係去歐洲進行一啲展覽，咁亦都係多謝文創產業發展處咧係大力 support 我哋啦。咁喺西班牙上入邊咧，我哋其實亦都攞到一啲好嘅成績。其實已經係有好多本嘅漫畫咧係俾歐洲嘅出版社，包括西班牙出版社咧係同我哋傾緊合作。咁亦都係我哋帶5個漫畫家去啦。咁當然呢度唔講咁多細節啦。咁我哋講翻今屆嘅17本作品啦，17本作品其實已經應該係印刷緊㗎啦嚇。如無意外嘅話，我哋已經睇晒17本書，即係話出版一定冇問題嘅，應該係喺度印刷進行中。咁今年亦都係有6位嘅漫畫家咧係第2次申請成功係入選第5屆嘅港漫動力。咁大家睇到封面咧，都睇到佢哋嘅作品咧，其實係好具有個人風格啦，亦都係好有活力嘅。即係我哋做評審嘅時候咧，其實都覺得好精彩，真係好精彩。即係香港嘅漫畫嘅創意產業咧，其實係好值得再大力去發展。等於我哋嘅大會啦，梁生啦，即係其實佢都喺我哋港漫動力度咧，都揀咗一啲好嘅漫畫家出嚟，去發展佢嘅黃小說系列。我相信嚟緊應該唔止嘅。咁港漫動力當然今年亦都如常地喺1樓嘅大 hall 嗰度，我哋有香港館會同大家見面啦。咁我哋嘅頒獎禮咧，亦都會喺24號咧11點咧喺現場去進行呢17本書嘅頒獎典禮。冇人知道而家個獎項係點嘅嚇，即係我諗得評審知啫，暫時應該係。OK， 咁唔阻大家時間啦。24號喺 Hall 1嗰度咧，港漫道會同大家見面。頭先講嘅 Comic Pop 咧係喺3樓 Hall 3啊，冇搞錯啊！我哋會上上落落咁去招呼大家。仲有一條片啊，唔記得咗，好短嘅1分鐘嘅短片。係我哋為今次17本漫畫咧做嘅一條動畫短片，咁係將17個 IP 咧擺喺一條動畫入邊。今屆都係有好多新嘅漫畫家誕生出嚟咧，佢哋畫工都係好突出。好，多謝大家。